来听讲，这张图真宝贵啊！这个所在，甲咱这个茶运落来，伊有啥物款的看呢？拄啊讲到火车，火车最主要是要搭山顶的茶运来一个交通工具。运落来就运到咱北门驛。北门驛呢边仔遮就有一个嘉义制裁所。这个嘉义制裁所，咱陈定波这张图差不多伫1920年迄阵画木材工厂。陈定波一生画伊做 fashion 的，就是讲拢画足现代化。所以咱即摆看到这幅图，就是伊感觉讲，咱嘉义制裁所，当年是嘉义市足现代化一个工厂。而且呢，伊是一个迄种木材工厂。所以咱看到这伊的元素内底有包含着天车。天车伊遮另外一边无画到，无画入来，伊就遮锁塔，天车的锁塔，另外一边有围塔，所以两台天车差不多每一台天车有20公尺宽，20公尺宽差不多6、7层楼左右，下骹都有铁轨路，铁轨路伊会当刷哦，伊会当东西两边安尼刷两台天车差不多伊的距离差不多有121公尺，下骹就是3池啦，3池顶悬就是放山顶运来遮的茶，茶拢足大块啊，一定爱用天车，天车人即摆吊车啦，这嘛是美国进口的，对3池的这迄个杉啊，也是迄个 hinoki 吊起来，吊起来要用去对。咱倒手边遮看到一个3层楼高，迄个就是嘉义制裁所的制裁工厂。伊的工厂制裁的所在伫2楼。咱中央来陈定波画中央这个，就是咱即摆都有伫的这拢是迄种孔格力的建筑啦。这个中央这个就是动力室，伊就较早火力发电厂。伊就是发电这个制裁工厂的机械，咧运作咧用的。边仔嘛都有这个烟囱，烟囱差不多是120尺宽，换算差不多咱36公尺宽，这拢铁仔哦，顶悬这拢铁仔即摆当然地动倒去啊啦，买手即摆剩这个砖仔的基座安尼尔。伫烟囱的下壁都有这个建筑物，就是迄个巨穴室。巨穴室就是把咱制裁工厂寄落来遮迄个茶壶，运送到这个巨穴室，巨穴室来藏。藏的时阵呢，当这个火力发电厂动力室需要发电，需要用锅炉爱烧，烧啥物？唔烧这个煤炭，伊是烧啥？烧咱嘉义制裁所上济的这个茶，茶壶，所以送来遮。伊的锅炉会当来烧烧的，变成是蒸汽，蒸汽则带动发电机，都有提供给咱的迄个制裁工厂的机械使用，所以整个就是伊的一个循环，一个系统。上尾手咱都有看到，这个有2支小通气孔的烟囱的所在，就是干燥室，咧看守的一个所在。所以咱规个制裁完成了，上来干燥室。干燥完毕了后，就是透过这个纵贯线铁轨路，送到家人、送到高雄运送出去。老师，这张相片是你拄则讲的迄个3D。对，无唔对这旧相片顶悬伊就足清楚的。伊头前遮就是放hinoki的3D。咱国语公认是叫做竹木瓷啦，咱一般台语拢讲3D。杉啊较早嘛，毋是讲真正是杉啊代表就是木材的意思。对。所以放伫3D内底遮是大部分拢是 hinoki， 也是便宜较济。伫顶悬遮都有迄个茶鼎，茶鼎遮嘛是放一寡迄个对阿里山运落来的。遮个杉啊，边仔遮天车所以咱看到这吊钩，这吊钩把遮个迄个茶吊起来，要放去咧迄个运送带，送去制裁工厂，咧制裁安尼。做一个林业上界辉煌的时阵，这个制裁所伊数量有上济到偌济？咱制裁
工厂吼，较早算做日本时代有统计过啦，上济时阵差不多至少150间以上。150间哦，150间。伫1935年的一个台湾大馆吼，这个资料顶个是迄个台南新报吼伊编的，吼，是1935年伊就有写着讲，当初咱嘉义市总共的人口差不多7万几人，其中有1/10就是迄个做咱木材相关的行业，哦，所以迄阵哦，为什么嘉义市即摆人讲是迄个木刀的原因呢？哦，就是讲较早农业人口嘛真济，哦啊，而且就是讲伫咱制菜工厂吼，差不多伫咱较铁基路边啊遮，哦，咱即摆的迄个林森东路，哦，还是文化路，哦，即附近遐哦，制菜工厂，三仔行真济拢分布伫遮。哦，那是铁基路边了，对啊。铁基路边，啊，当然，哦，除了工厂这以外，咱厝民家，哦，伊嘛是，真济是用山顶阿里山运来这木材起的厝。